各位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4月25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王志军。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国内全国增加一个确诊病例，这个病例同款是搬石南的官兵，海军到达已经30人治病，疫情中心要验这300外的官兵是毋是已经有抗体，按算过2天就知结果。海军敦睦舰队军事感染，阁增加一个是30外岁的男性，嘛是搬石南顶悬的军人。伊4月18去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第一届采检结果是阴性，后来出现鼻毛芳臭、流鼻水等等的情形，第二届采检才确诊。这个武汉肺炎群组已经有30个人去互挖到，其中有14个人出现鼻毛味的症状。我是有康康说，在前一段时间，他们陆续有腹泻的情况，那似乎没有特别的就医的一个记录在。为着要了解军南顶悬感染的情形，指挥中心先针对搬石南377个官兵抽血检验抗体，而且所有的检体已经送去疾管署昆阳实验室、台大甲中研院，按算这2天就会有结果，会当来推断官兵防感染的时间甲顺序。台大的在昨天也初步完成那只是有些实验室自己也是很谨慎的对于这一个不是很明确是阴是阳的部分，其实实验室自己就要再重复再检测也若有人咧传讲武汉肺炎治疗的药瑞德西韦，伫咧中国临床的试验效果无好，提早结束。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各国也有更较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正咧进行，拢有签保密条款，爱等临床试验结束才会当有结果。大规模的多国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里面包括有中度的感染程度跟严重度比较严重的感染程度的这2群人那到底效果如何指挥中心强调，除了搬石南以外，嘛会针对空中甲岳飞2个军南的成员做抽血检验抗体，进一步了解整体感染的情形。根据统计，目前国内累计有428个人确诊，有6个人死亡，264个人解除隔离。记者综合报道。WHO 和这些国家合作，要加速武汉肺炎药和疫苗的研发。不过美国无参加，英国已经要开始测试。不过专家指出，今年底也就是后一波疫情进程，疫苗也未赴上市。世界卫生组织开的这场视讯会议，秘书长谭德赛讲，治疗新冠病毒的药啊、甲疫苗研发速度要较紧的。参加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强调，新冠病毒是前所未有全世界共同的敌人。A world free of COVID-19 requires the most massive public health effort in history. Data must be shared, production capacity prepared, resources mobilized, communities engaged, and politics set aside.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甲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等国家甲科学领袖，拢参加记者会，不过美国无参加。研究另外正一个测试新冠病毒。走上头前的是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目前第一阶段找800位医疗人员甲相关的研究人员做测试对象，理由是因比其他的民众更加有机会接触到新冠病毒。Since I don't study viruses, I felt a bit useless these days, so I felt like this is a very easy way for me to support the cause. Yeah, that's why I'm here, and I'm excited. BBC 报道，研究人员希望在9月进前会当有100万剂疫苗。不过有专家无这乐观，认为疫苗的药效、副作用就要有几多个月以上的测试来确定，所以今年底进前拢未有会当用的疫苗上市。要找有效的药啊，美国总统川普讲。科学家应该研究甲清洁剂注入去人体治疗武汉肺炎。And then I see the disinfectant, where it knocks it out in a minute, 1 minute. And is there a way we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at by injection inside or almost a cleaning? Because you see it gets on the lungs and it does a tremendous number of the lungs. So it'd be interesting to check that. Disinfectants are not intended for ingestion, either by mouth.by ears, by breathing them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nd doing so can put people at great risk. 用消毒剂治疗的做法，和医生甲厂商警告，强调消毒剂是有毒的化学物质，若吸入人体会造成细胞损害。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例已经超过28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9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万2000多例，台湾昨增加一例，目前总共428例。
香港有1035例，日本12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美国全世界病例上济有超过92万例，巴西超过52000例，欧洲意大利有超过19万2000多例，西班牙超过21万例，德国超过15万例，英国14万，伊朗8万8000多例。再来过来关心，美国媒体时间进前有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为手术了后有性命危险，因为金正恩到今还未出面，众人拢在摇。美国总统川普认为 CNN 的报道是无正确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0引用美国官员的消息，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接受心肺管手术了后病况严重。不过韩联社却是引用南韩官员的讲法，讲金正恩并无病情危险。因为金正恩一直无公开出现，造成各种传闻一直传出来。不过，根据南韩东亚日报24的独家引用美国官员内部分析指出，金正恩身躯边有几多名随从加高层去挖着新冠病毒。而金正恩人大箍，伊有食粉的习惯，属有感染的高危险群。为了避免伊去挖着，才安排伊转往海边的度假胜地元山区。根据消息人士的讲法，金正恩顶礼拜就伫个元山，在15到20期间，美国甚至有翕到伊行路的情形，当时无使用轮椅这辅助设施。东亚日报指出，美国可能利用侦察机这设备分析影像甲电波这资讯，才发到掌握这消息。因为金正恩位在元山的别庄附设医疗设备，美国方面也无排除金正恩可能伫这接受某一种的手术也是治疗。不过以上讲法拢也等待证实。I think the report was incorrect. Let me just put it that way. I think the report was done by a network that was incorrect. 对着 CNN 讲金正恩病情危险，伊向甲 CNN 关系无好的美国总统川普直接讲这个报道有问题，同时搁再指控 CNN 做假报道，场面一度紧张。I hope he's okay. And I think it was a fake report done by CNN. So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What do you have? Go ahead. No, that's enough. Go ahead. Can I ask? But that wasn't my question. The problem is you don't write the truth.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 want to go to the next Can I person. ask you a question about... No, not CNN, please. Go ahead. The White House has not responded to these allegations. I told you. CNN is fake news. Don't talk to me. Go ahead, please. 有批评者认为，川普甲全美主义的新冠病毒疫情记者会当作批评政治甲媒体个人造势会场，有时发出请愿，要求各大主流媒体停止现场的转播记者会。即阵已经有超过31万人连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日东北风减弱，气温会淡薄回起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北部、东北部和中南部山区有缘有短暂阵雨。北部的高温回加24度，低温差不多17度，中南部来到26到30度。明仔载又有另外一波东北风落南，后礼拜一、拜二，北部和东北部天气搁转凉冷，不过这波东北风较弱，北台湾低温差不多是17到18度，日时的高温23到24，中南部上悬是28度。再来看，中央政府打算要用酷碰券救经济，不过国民党话讲要发现金才有效。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要搁咧评估，卖着急。经济部表示，收集大家意见了后，才过来规个拍算。除了防范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拖，嘛爱减轻疫情可能造成的冲击。除了纾困方案，疫情稳定了后的振兴经济，政府按算分酷碰券来营运，所以一直受到外界质疑，可能效果无好。国民党阁话讲，应该爱分现金还是消费券？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爱大家唔免着急。现在是在纾困，至于未来进入振兴的时候，要怎么鼓励大家出来，怎么鼓励大家消费，政府都整个在方方面面，整个在评估、制作跟规划各种做法，所以大家不用急，也不必去讲什么券。经济部长沈荣津表示，目前酷碰券当日收集各界意见，做整体考量。经济部希望透过有优惠，让大家想要去买物件，振兴经济。但是，敢要放行动支付，也是咧收集各方意见。嘛，承认讲行动支付对年岁较侪人使用不方便。因为行动支付长对上年纪还在收集意见，没有具体方案。我们已经要审预算了，今天是预算质询，你框111亿。但
但是没有给我们任何计划，到底有没有要发coupon券？有没有绑行动支付？部长，有没有绑行动支付？这个部分我们都还在收集意见。政府的纾困预算合计有2100亿，其中有1739亿是用纾困振兴。苏贞昌强调，大家拢领会到定死的原则，但是有立委质疑纾困的对象有浪胖，甲对弱势补助无够。苏贞昌伊讲，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救助，若受救助无够的实际状况，已经乐意继续斗相共。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来看今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一开始来看《自由时报》，吉里巴斯国会选举了后，去年主导和台湾断交的执政党，自这届选举变少数党，其中一个在野党已经表示要和台湾建交。外交部讲会观察选举的结果和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再来是《苹果日报》，交易检讲去年侦办大商吴成林、翁仔某牵涉到违法兑钱124亿，并且查出小细瑶伫菲律宾和台湾开外交公司。违法所得37亿，检方起诉总共21个人，尾啊法院裁定肖世尧以5000万交保。过来是《联合报》，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昨暗靠新发投手王一静投7局无失分，最后是以14比4拍败统一狮，创下球季开始7连胜的新纪录。后礼拜就是5月初1连假，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连假会照常放假，除非疫情熊熊爆发。另外，台中市针对观光景点规划要控制人数，若是人伤济会发警示，不过店家烦恼会影响生意。油厂饼落去煎甲赤赤胖胖胖，头家赶紧切开分装。较早暗头啊，逢甲商区这个档啊头前人客真多，不过疫情影响之下，虽然连假人伤多也会管控，也才烦恼生意愈歹做。那是当然的啊，我们现在之前晚上都做到11、2点，现在大概8点、7、8点就没人了啊。里边的一笔长档头，较早人真多，今年也无啥人。山内5月连假店头已经无其他，更加认为管制效果不大。因为人潮根本没有到那一边啊。你平日可能以这条街来讲，路上可能只剩200-300人，店家人数可能都快比客人多了。我没办法体验到后面了，因为我们要撤场了。对，所以即便还是管控了，我也没有办法在这边，所以我也感受不到了。5月连假即要来啊，台中市规划人数控制，针对主要观光景点甲周边道路及时影像传到线顶。包含22个主要景点甲周边的道路状况，拢会使伫网络上看得到。也伫4月底完成50个点位，后面将伫网络查询现场状况。根据无同景点设置管制，亲像高比湿地总量900人，逢甲商区2000人，夜市啊600到900人。它是户外是1公尺嘛，那我们现在是以2公尺，就是更保守的一个方式，就是每2平方公尺为一个单位，我们容纳1个人。市府表示，应该社交距离搁求较开，算出每一个人的安全活动范围是2平方公尺。也伫景点入口统计，若是要到上限，会伫现场夜排警示，疏导民众到其他景点。希望会使互各个景点避免互相烧坏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在这段防疫期间，各县市拢有居家关怀中心提供服务。新竹市是提供居家关怀包，互网友学了讲，亲像办桌遐尔丰富，若有温暖的关怀，相关的部门顶真在掌握行踪，都是袂当互漏交去。新竹市到达送出超过2000份的居家关怀包，就算是进前民众咧抢物资的时阵，市府社会处嘛为着要做关怀包，4月起走总采买。防疫物资、喙安、豆荚到泡面、罐头、饼，甚至是咖啡，连消毒水、含粉扫地啊，拢传甲正焦脏。然后政府又提了一袋，我觉得都好多东西哦，真的吃不完。我今天还在吃那个什么面筋罐头跟花瓜，我还特地这样照回去给我阮姊啊一看。身为台湾科技重镇的新竹市，真早就超前部署。2月24成立居家关怀中心，同一个时阵捧出红菜头，佮夹出锤啊！市府创设3站的关怀结构，由李干事、区公所甲市府的民政科，都是要严格来掌握居家隔离和检疫者的行踪。
为了要能够让这个防疫的措施能够滴水不漏，所以我们有创了一个3层的关怀结构，电话或者是直接到宅的一个关怀，然后确保说居家检疫的民众他们可以安心的在家里面居家检疫，不会四处的趴走这样子。居家检疫的日常生活，伫咧市府的规划照顾之下，唔是问题。为着要互个案和市民两方面拢会当安心，新竹市府开设24点钟的关怀专线，随时来接听，也尽量来提供必要的协助。喂，居家关怀中心你好。新竹市府民政处的科长肖明文指出，北有区公所的科长伫咧假日走200外公里，帮家己一个住伫咧新竹居家检疫的学生啊领药送药啊。市府团队下局处来合作，分配防疫前线的工课，真正是上有力的支持。望会当拍赢这场真硬斗的防疫战争。记者由郑玉水新竹报道。台北市政府后礼拜要进行多顶的风车模拟演练，强调敢若下做部分地区的管制演练。潘市镇的官兵困久到了，因伫全台湾行透透，引发各县市想要封城演练。台北市按算后礼拜进行封城特定演习，已经有无共款的版本，佮副风声讲有类似纽约的准封城模式。但是总统府甲行政院包括在内，副市长黄珊珊强调，要等甲中央落指示，即马敢有做区域性扩大管制，离台北市全面性封城佮真远。项目目前是在区域而已，还不会到扩大，也不会到全面。各位不要一直把它想成是封城，到封城就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我们在中央他们来做决定，然后我们来配合，我们不可能是我们去限制他们。疫情影响运输业，台北市公运处统计，台北市联营公车伫3月运量各减少676万人次，营收的损失有1亿4千万。台北市府嘛对台北市公车业者提供补助，全台北市总共有3582台公车，每一个月每一台车补助8000块。另外，台北市翠安贩卖机嘛会扩大到艋舺文山区的健康服务中心，但是敢会推行到12个行政区，佮需要再评估。这个规定就是只能是6个，不能超过6个。另外，因为新加坡外籍移工宿舍爆发昆古感染，新北市的外籍移工数量有99000多名，全国第3多。市长侯友宜再去特别去关心外籍移工的生活状况。符合标准，但是看起来在通风上仍然我们可以再做好，因为毕竟只有一个窗户，空调也可以把它打开，这些小细节我们都可以把它做到位。对侯友宜的质疑，业者回应表示，因为天气寒，所以冷气甲窗啊拢无开。为了加强移工的防疫概念，侯友宜指出，新北市已经办理240多场对移工防疫宣导座谈，嘛会继续调查其他移工宿舍防疫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广正确的洗手的步数，屏东西仔乡的乡长最近嘛对流行翕洗手歌，希望众人把洗手的方法记起来。音乐一放落去，正确洗手7个步数，是跳互你看。这条韩语歌有简单的节奏，已经真做是最近上界唱的洗手舞蹈歌。唔那济艺人捌跳过，屏东县西仔乡的乡长也有同事也做伙响应，推广正确洗手的知识，和部落的大大小小。洗手舞真的是很美丽的意外哈，让这个文件站，让老人关怀站能够看着这个影片来一样画葫芦的来学这个洗手舞，效果蛮好，因为老人觉得说很棒。对手掌心、手盘到指甲，拢爱洗好真足，才袂去为着病毒。踮部落关怀据点的时代，大家人目睭就拢添加大蕊，对影片学洗手的7步，希望伫咧防疫的这段期间，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经过中部的大雪山，看到国宝级的鸟仔啼鸡，毋惊人嘛，互民众翕甲真清楚。台东林管处表示，目前是啼鸡生团的季节，呼吁民众看得好，莫去甲搅扰。最近有鸟友伫大雪山松林娱乐区发现，长长的尾溜，乌色甲配色一公一母的啼鸡伫草地找食，姿态优雅，毋惊有人咧家看。
大东林区管理处的向阳松林游乐区最近有员工伫山区看到铁鸡，并且录到因行伫山林的身影，看到人拢讲足幸运的。大家都说他是迷雾中的王者。我2次的机会都是在海拔大概2000多公尺左右的山区，也是在针叶林、阔叶林的一个混交林的一个环境之下看到它。铁鸡是台湾独有的长尾鸟类，分布伫中国海拔山区，被列为世界濒危物种。伫1000块新台票的钱票啊，因也是主角。台东林管处表示，最近定伫山区看到因，是因为时至8月是交配季，相对的铁鸡会出来找食。他们会去在展示它的羽毛，然后求偶，然后甚至会有去抢夺地盘的这样的行为。目前国内将铁鸡列为列级保育动物，伫中央山脉已经建立稳定的族群。台东林管处呼吁，最近看到铁鸡，请安静欣赏，唔通靠近干扰，因探视后一代任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到今已经公布7个版本的武汉肺炎诊疗方案。香港大学上新的研究表示，中国肺炎确诊的标准改来改去，怀疑可能有23万外的确诊病例无逼出来。中国防堵疫情境外移入，机场检疫唔敢放松，亲像广州白云机场对入境旅客伊的采检。不过，香港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对着武汉肺炎画着标准一直改，但是以4月公布的第5版的标准，向前算这个比例数会差4倍。更加指出，若是依次回溯到2月20，以中国官方2月统计5万外的病例数，实际确诊数恐惊达到23万2000例。连续20天无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刚刚得到消息，随着最后一例重症患者新冠肺炎治愈，今天武汉重症病例实现了清零。面对外界对疫情的怀疑，中国官方有员讲确诊数慢慢确立，欧巴连续20天无确诊病例，重症病人全数清零。不过广州无症状感染者大增加，广州4月起为13万人做检查，到20时为止查出185名感染者，其中164名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中国专家张霹雳也预估，再来2年内底疫情未完全平息，一直到大部分的人拢有抗体，达到免疫，病毒才会甲人类共存。记者综合报道。在澳洲，最近因为着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有一半拢是长照机构的老大人。另外，澳洲阁有部分的国家豆豆咧解除封锁，不过若伤可惜，恐惊无解好。目前全世界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幸死亡的人数将近19万1000人，其中将近11万5000例是发生在澳洲。而其中又有一半是住伫咧澳洲长照机构的是大人。世界卫生组织澳洲办事处23正遗憾地讲，这项数字也看出澳洲长照机构情形真凄惨。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region, up to half of those who have died from COVID-19 were resident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This is an unimaginable human tragedy. This pandemic has shone a spotlight on the overlooked and undervalued corners of our society. Across the European region, long-term care has often been notoriously neglected.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爱尔兰到4月13已经有444例不幸死亡，其中245例甲长照机构有关系。法国到4月15，死亡病人内面有49.4%先前点过长照机构。克鲁格讲，伫长照机构工作的护理人员是无名英雄，因为工作量大、薪水偏低，如果无得到适当的保护，国家应该赶紧重新思考，并且调整长照机构的运作。另外，欧洲有一寡国家正慢慢解除管制措施。不过疫情也未稳定落来，应该要谨慎。Almost 50%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COVID-19 cases, over 1.2 million, are in the European region. Sadly, over 110,000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Complacency could be our worst enemy at this time. Any step to ease social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measures must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gradually undertaken. 克鲁格讲，这摆问题唔是关心当时发生第2波疫情，而是自目前的抗疫经验内面，还是如何应变，做好准备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各地天气资料。在北部地区的落雨，温度是17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19度到28度。
在南部地区是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6度。在外岛是16到26。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再会。擦的感觉，吼，啊，佮有即个咧摸的这感觉，对毋对吼？伊就是安尼皮肤较表浅的即个一寡感觉神经。吼，啊，当然你若讲较表浅的这摸的感觉啦，吼，无去，也是讲这疼的感觉无去的时。所以其实即个较若是失去感觉，其实是较严重的代志吼。4月25拜六暗时7点半，上伫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忠孝节义之孝感动天，义顺、吴鸿、录音，义顺大地正忠正孝、敬天爱民的故事。我拜托你好不？你替我去找阮兜迄只天鹅好不？逐礼拜六暗时10点40，忠孝节义孝感动天，就伫公司台语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之前有甲大家介绍一寡西医的语词，其实我唔那精通西医，对中医嘛是真了解。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中草药。中草药汉语写作中草药，罗马字写作德庸中，斯奥草，一二药。中第1条，草第2条，药第8条。中医常用的诊断方法有4种：望、闻、问、切。其中的切就是诊脉，透过脉象来判断病症。判断出病症了后，治疗的方法嘛真多，亲像针灸是我上接替患者做的治疗。有的人嘛会选择背风，亲像李医师我一天看遐尼侪患者，定定腰酸背痛，就会摕背风管仔吸伫我的脚趾片，消除疲劳。除了顶面的物理治疗，中医上常用的就是中草药。传统的中草药爱先去药房拆药啊，还是请先生夹药啊。拆药啊是已经知影要爱什么款药啊，去中药房的时就家己指定。啊，若夹药啊是敢若知影病症，请药房的先生替咱配药啊。药啊买转来爱怎搁爱行？人讲2遍喷，3碗转7分，就是咧讲山药啊上好是用洗第2遍米的水，也就是米喷，总共3碗。浸入去放7分甜草药的药丸啊内面转，真够工。即马拢用科学中药，摕到的时是一包一包的药粉，要食真方便。甲中药有关系的俗语有：食到药，青草一葉；沾到药，人參一隻。就是讲药啊若唔对，较贵的药材拢无效。意思是咱人做代志爱把握重点，才袂加了工。六中草药、占據、背风、
二遍喷三碗砖。